哥，形容别人说话很精辟、很有趣的粵語怎麼說？應該是精篇。唔係，係一語中的，邊有咁複雜啊？兩個字，絕核。點解要絕個核啊？就係形容一下即擊成件事嘅內涵，直接絕佢個核啊嘛。例如絕核金句、絕核標題，佢講嘢好絕核啊。哥，那不爽嘅粵語怎麼說？唔省、唔順超，再地道啲得唔得？唔鋸，但係焗喺度唔出嚟，咁咪唔爽唔鋸咯，幾簡單啊！那形容別人臨陣退縮呢？退縮、縮頭龜、淆底、縮沙。形容別人很挑剔，挑剔多揀擇，奄尖聲悶。形容一件事很棒、很過癮啊！過癮、正，再絕核啲得唔得？過劑，單嘢好過劑啊！哇！老爺，聽你講嘢好似聽緊粵劇咁啊！我 mark 低添啊你啊，唔係有冇人識講噶？哎，還有，這裡有一個粵語詞是什麼意思啊？這怎麼看着像爆破啊？唔通係爆皮咩啊？呢個詞咪形容啲皮膚乾燥裂開嘅狀態嘅咯，爆拆。